2026年这台湾灯会呢是伫3月初3要来开始，今年是办伫嘉义，这嘛是嘉义第3届来举办啊。县政府呢今仔日嘛来公布这今年的主题，或者是光复世界阿里山。作品呢是透过这阿里山的日头光，也有神木甲大王来做主题。另外呢，这世纪的高仔顶其实嘛真古锥，有这乌熊甲身上马，而且佮特别用这台语的话音来甲号名，或者是乌熊嘛伫遮。闪烁灯光透过光线，压上伫咧短短3分之内，甲台湾岛屿对海洋的形成、生命演变到文明的发展，变做一场壮观的灯光表演。2026年台湾灯会伫咧嘉义，和较早以12世寿做主灯无同，这届设计者用阿里山的日头光、神木、大木做主题。我们针对阿里山这个题目，去做了这次的发想。阿里山也关系到一个命题，就是说这些山哪里来的？其实是1亿4千万多年前，这个台湾的造山运动慢慢升起来的。所以其实我们这次的展演大概就是从这个故事开始讲到我们现在这个台湾跟科技非常连结的这个部分。这届灯会的世纪高仔顶也真古锥，台湾乌熊骑一只马，唔但会当挂咧行，佫会当摇来摇去做摇摇马。设计者今年特别用台语话音来号名，或者乌熊嘛伫遮，伫咧嘉义和大家见面。它的名字叫做欧熊马迪加，这是台语啦。对，那虽然意思上是说欧熊也在这里，可是它这个名字就同时结合了欧熊跟木马，还有这一次的主办地点嘉义。2026年台湾灯会这届第3届伫咧嘉义举办，活动对3月初3开始，为期13天。交通部观光署表示，除了有光复世界阿里山做主灯以外，还有23个主题灯区，超过60件的作品，期间嘛有纸风车剧团、棉花园、无人机等等的表演，让游客会当完整感受嘉义的在地特色。记者陈亚轩、林巧凯台北报道。